나 토마들이야. 안주 잘람 균이首신신랑先겐게要问候과외기 능인데各位啊、안에 줌바도透줌만过网사베络来上课어的所有的다나 신기지 书生的僧团、안주 所有的僧众、尼众 어 们，추로 포모 용수还 솔라시아 有各位 링감 사회 法友们 아시아인 问候大家다들인데야 身体健 루지네 康。아니 다다 今 지대베 天 사회 대바 계주 我 거텔이야 们继续会 내디 讲说的 대바 是 루기 난데 这 시주 个 가르에서 部 디고 派 뭐 分裂的内 디고시 容，然后主要也会讲到这个北传、南传的一些说 다대야 法。 루기 난데 게 네, 아시죠? 那么在南传的说法当中，어 가상함의 초를 지르다 루기 난데 게 南传佛教的 샤발레야 시주를 看 치야비야 法呢，我们在上一堂课中讲了一部分，今 음 天会接续着讲说。 가산디 너가 나로 가르쳐 가사다 뒤에 나로 가르쳐 뭐 쉬심을 다 되네마 那么上一堂课主要 예르고기 讲到 셔간 这个律典当 처리야 中 세베게는 是怎么 대외 说部 피림다 派分裂的。 뒤주고 쉬어 那今天要讲到的 네 是南传佛教里面在 다대한 各种王 다다 朝的史书当 실랑게기 中是怎么说的。 루유닝바 링진 동럽사 那在斯里兰卡的一部很古老的 동럽심을 文献叫 동럽다바다 做《岛史》，它的 다나시 第五 리담지 章，还有 시엔제베기 《大史》링실라 这样一部著作的第 소주나로래야 五章，还有一部叫 네 做《论释注》。 패신 대백이 这里面的 대박 序言当中소주디죠 那 안에 么 시에요 정도 마세베기 不仅是记载了大众部的兴起， 대화 쪽에 중수네 안 대마인비직 而 대화시에 且 기술고도 从这个18部派的出现一直到其余部派是如 대삼도 何分裂 소주기 的， 파신 都有详 대백이 细的记载。 수르블리아 소주의 값네 不仅 서머라야 如此他们对于就是这 다 些史书里 대소주 面对于소주의 大 값 众部 나주기 改动 다 圣典 주고 这一件事呢， 세상 也提出了很 대주고래야 强烈的一个批评。 견주 차고 세상 진짜기 니주 진짜이네야 아니 다다 这些都 루유난데 是在南传的这些史书当中有 세이버스 比较清楚的记载。 대야 다다 루유 이제 뒤주 나로래야 在这些史书当中，将这 내대비 个 대박 上座 다 아는 做了 패신비 一个 대박 比喻， 디니 也 케바디 对这个 아니 大众 배는 部 자르데 做了一个 수는 比喻。 립사네 내대비 대박 뭐마디 这里提到 아니 说， 사와된지 上座部 림답 계획이 比喻 신나로 就像是一 비싸보다 根这个 라시 根底 야 非常 대박 稳固的，然后枝叶繁茂的大 다나신 榕树。 내대 빨래 계획이 대박 신다다 다나신 패신 대박의 계획이 대박 신 주준 而 보지 将那些上座 신동의 从上座 계획이 部 사람은 或者说大众部分出来的其 계획이 他的 다도 17个部派계수여도 贬义다다 说 뭐를 为树干上 네 生出的荆棘是一样的。 루유나로래야 세계여 그랬어 아니 다나신기 루유 이제 不仅如此呢，这 나로래야 些史书当中 루유 난den게 还再 주바한 一次 신주 的 대 强调 루유 说， 세백에 只有这个 라버체 南传 발이 佛教 대사다 大四派 지 所传持的 코네게는 一部 도도 叫做 탐도 分别说 빙바다 部， 숨바제게 난데 才是无 기내게 误的 징계와 守 생긴데 护了，或者说护 아니다 持了第一、나머지 第 말에 二、第 대해서는 三次结 자도다 集 루유 的这些 난den게 内容。 라버도 실랑게게 所以这 딱 就是南 줄라하시고 传佛教，尤其 대바시다 是 대기 这个斯里兰卡里面的这样一 가르쳐다 个叫做 대바 大四 추면도 派 무지 진경 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大四派 제 所传持下来 아니 的这个分别说部呢，才是最正统的，다들 护持了第一、샤발이야 第二、第三次结集的内 다다 容。 로규 난데서는 자도 다다 시르랑게기 로규 이전님부터 주 나로래야 아니 팔신 那 대백이 么 대뉴스물이야 소소이 겹이 어려서 아직이 同时里面也有提到，对于 죄지시야 大众部这个篡 나와 改三 대뉴스 藏有一些批 다들이 评。 대뉴스물이야 소소 근데 겹이 어려서 那 라시아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다디야 更动呢？ 링진 두르고 这也 나로래야 是记载在这个링진 导史 두르고 这部 나로래야 文献里 거두 面， 챔벽이 긴두이 它记载 세야다 到 팔신 这 대백이 个 팔신 大阶级 대바사야데 的 거두 比丘 챔벽이 们， 긴두이 세야데 但那指的就 패신 是那 대바 些 소차디요래 可以说就是指大众部的那些僧众 실랑게 哦。
就是大阶各都级，就新兵是大的对对众部的对吧？那些僧众们，这样呢，他们对于这个各都新兵干农根本的水给，三藏，那咱们给然别人后送的呀，加送血以改动的拿这些了光是情可能啊，形呢，但第拿了有一路给些他的记载。凌晨动着拿了了呀，3点的嘛，那这里我就呃，然截录了后就把一些导史里面到这提到熊的相关熊变成的内容。但第那的小那个送一把当，首先呢，里面就是32送别拿到三十了了呀，三段，搞得送要的时候。这个段落里面是这样提根据配到的。线别给他说，大众部的干农的比丘们，水给他们各种我嘛对吧？破坏了都是原本的那个当前呢，阶级，那各都先进前边的意思，然后呢，另外又编撰了对吧？另一种阶级，各都你把的看嘛啷子是吧？各都你把的也就是说，他看嘛啷子，们对于第二次阶级那的内容各都现在的前是边的噻，不承认的，吧？进行了什么破坏了，前边噻？所以另外前就是我们的又做了一前边噻，次对吧？阶级。当时各都现之前有提在的前到过嘛，他边的噻。们有另外一那万位、当然是1万多位除了最僧众哦，多一位做了收了另外一次阶级。他多少钱呢？接着里面还提到，他们将他本原本呢聚集都在一处带拿的，的那些经文呢，他那些还搬到了其他六地方，万个、汤圆个供端上，唐表供端、杂所万以等于说供端的是破送了嘛，坏了这个都是五当前的，部尼那那不科耶是不来还有是，律藏根据最这些初的这个意志。但是呢，说那个数据熟悉吧的，数据双那边拿了了呀，根据看再来到了34到他的35个段落里面他的提到哦，配件单位给这里说那些比丘们，就给予的是指水给，大众部的那三那些个比丘们那当是啊，但把他们不当一知道当一把什么叫当做有当为把余说，但把当一就是别那方便偏那隐喻些去，的这些教士，然后那呢，也不知道什么他那些是叫无外面的余说，别人给就是直黑接确切的那些教那个士啊。马些问还题啥呢？有也说，这些比丘那不知道三个什么叫月显说，什么叫堂表做隐送上的译，点钱呢？那三个于是呢，月七他们天都没给钱只呢。只是依照着这佛陀车不了义的上的这个，言教，杨他然后为给颠倒的去供端忙不休解释息，佛陀那的深深的当多拉当，密意，然多拉后当重要的是吧？断章取义的，就是只取文句的表面杨哦，他为供端忙不休所以说息呢，多拉当了破坏了的意思。大量真实的义理，嗯，这有这么一些大概嘛，这就段记载。根据这个多啊。但是呢，俺根据这里啊，这个学了个苏主编拿了接着，了呀。在一那呢，个批配件评了是第单位给37段里面提到说，老的六万个抢那些的些什么大众部的的是吧？比丘们废弃，有钱的是然吧？后或者说他舍弃了囊上的多的六啊很多少种钱的的意思圣典，是吧？怕他啥然的呀？后另外呢，那给另行新多的造了六万这位其他的给钱的，法典。全都国让最让数钱些。总之呢，就是他们自多的己六啊，新写出了、他不算不来是，新造出了现在这很个根据多的这些。这些著作。但等呢，学了个手机没拿落来呀。接着第38个段落是这样提到。但像这个说了蒙古修记，怕人这边根据的是给把有钱的，就那说他们在是这些，很多别了，这些名变得不词，是俺了，还首先没有在来个根性，据就是文法的性说向上，唐阳的还有文唐法的这些文字的复合点噻，词啊、文句结当然是构等等别了方面，个查些蒙古修记，他们舍弃了多少钱？原来的文法的当当啊，规则，然说了后给全部都查些任意蒙古加以改把动。或者把有。那样缺个熊现大忙不休息啥种钱钱不等这个你最难忙不去好的钱根据这些但等那所以小那个他们主要叔叔就被改动了，拿了呀对不起，前面啊，主要讲到是改或动了者给哪一些圣六个典哦，大的六有些个像附清教嘛随阿毗达摩的六部光论书、月当这无碍道个你讲论啊，他们这还有给空意洞的识等等，是的啥还有但看到本身或这者给些呢，都做了改他动。这的这这是刚刚个第37个内容。给必须答案给那点别对不对是别接着放这是第给你钱38个，就是说他们在很看到是多但看到名词，还语言有文问题法上，这个给的还有修改着各种的当这文句结个你讲构上，是不啦总之呢，这是必须他们做了很多的现在俺改动，这是必须可能前些呢是加了很多的一些那各地的下看的方言别的地方看进去。他们这刚种种都数据先要来些到底的根据些的吧看到了样他空度他的凌晨动着我拿落来呀所以从上面的，那点把的是就给是导给史里面配信呗对于看到了呀根据大是那个众部的比丘们的那点的各种批评呢啊，
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给给检测这个的，根本部派的分裂，对给它哪来不就只只哪呢？是他提戒到了，律的你这个行持根本派切是个，在外源于地方开啊这个的，时事那呢，哦，得而造成住的，分裂的，像你没听别忘记，而且在外地方开像吧，是在见也解上，是做的，得住没听别忘记，在外地方开吧，没吧？那对哪嘞？什么嘞？也不就只是但是在这个提出的见是对的，解上但是这样子而对哪嘞？分裂的，呃，那对呢？呢，在外地方开吧，也不进，不进，他提倡的，也是不是把这是用着了，提而开的。是跟阿毗伊那样，达摩其他经典还他有很在外地多其他语方开啊，言方检测面都有做了个的，关联的。对个哪来的呀？店里说，应该这第一呢呀，他的空头，三位给你是提出来呀，代表因为呢，呢，嗯。지금 류화점도 마세베게 원바당 도디고르당 다는 기라서 된저기 所以 고르다 从上面这里就看 야기 出哦，자외 不 대박해봐 就只是 땡기 因为 버르래야 戒律上的 대박이 行 대박이 持 대박이 时事 대박이 而造成分裂，而且 글쎄 跟 서리를 比如 쏘고 说很 싶은데 多 뭐 论点、经 쉬운데 典的，还有 대대기 甚至 자외 文法、语 에? 言上面的差异性 자외 哦，都 대박해봐 有关联性 대자 的。망보 쉽지 그게 所 망보 以 쉽지 그래서 造 고르다 成部派分裂的原因哦是很多 다做了 元的。류에 라랜단 저거 예비지 当 이게 然，대만 最 임바 主要 쉬운데 是跟戒律的行持是有关的。다나 신지 길이라 소버데 망고시다 저거에 대해 심버데 버지 세버 임바지 아나 딩듀기 심조버데 소데 所以这是现代学者们哦，他 다들 们 샴래야 做出的一些 아나 研究。 거도 숨버 거도 직쇼고 시거다 接着我想 거도 讲一下，就 숨버지다 是第 나니 三次 미팅바 结 스벌레 集的内 다이네 容。 거도 那 숨바다 아나 去年的 남바치 课 마베 程 대다 其实 남바 讲过了。 이슈게 那主要这里 디스다 想 대기 说的就是第 주쇼베 三次结 디스노 集，还有一个叫分别 가외 说部， 수비나 还有一部论著 인규랑게 叫论释 시설이 哦等 사회 的一 대화 些影响。 계약이 为 안에 什么要谈到这部分？因 대화 为 양해맥이 依照南传佛教的说 대화서 法， 중부채 根本部派的 대화 分裂 아시오메가 哦， 중부채 대화 是 나는 얘는 跟法王阿育 아시오메가 王 뭐야 的时 그도 代 숨바 중부래서 当时举行 그도 的第 숨바 三次 중부해다 结 안에 集 대화 哦， 좀 차리 有 어디서 很大的这个 지시해봐 关联。所以这里谈到了 다네야 第三次 그도 结集。 숨바 해야 그럼 들이야 그도 那 숨바 这 차리 里 그냥 所谓的 나래 第三次结 그래도 集哦， 차리 是 그도 什么意 숨바 思？首先， 되나 它跟藏地哦，藏传佛教里 시비게 面所 지시해 说 맞지 大家都比较熟 그도 悉的 숨바 第 체리 三次 안에 结集哦， 승자내기 숭균 그도 一 숨바 般藏传 체리 佛教会说是迦尼色迦王的时候所举行的 자 结集哦，是 승자내기 不一样的， 숭균 所以 그도 不是 숨바 指那一 체리 次。 가리 나로래야 所以南传佛教的说 세계와 法的第 사람이나 三次结集哦，它 띵텐 主要是出 대조다 自于哪里呢？ 그렇지마다 就是斯里 나는 兰卡、锡 시기게 兰 뒤에 传承的刚 매매를 刚说的 대조하면서 导史、 미주이게 大史， 나로래야 还有这 세계가 个善见毗婆沙律哦等等这些 말도 文献的说 대박치기 法。 수로고 나로래야 한 텐저비기 그도 숨바지 세계야 말해 那除了锡兰的 근데 上座部 이견 哦 살 때네 这一系之 안에 外，其他部派的文献中倒没有这么说，并没 시릴랑게 有这些记载。 예매가 코란스에게 所以可以说， 가르쳐 这里提到根本部派分裂跟法王阿育王时代第三次结集有关的这种说法哦，应该是锡兰上座部特别的一种说法。 대하다 더더 시릴랑게 중으로 나로래야 所以在斯里兰 상계 卡锡 양해를 兰的 때는 史书里面就提 롯 到 얇을 说， 거야 그도 니버 佛陀呢 중부래서 涅槃满100年的时候就举行了这个第二次结集。 那个时候的国王是谁呢？他是叫黑阿育王，就是嘎拉阿修卡在位的那个时候。 ane di je la ya ane sangge nyangye le de lo ni ge job ge ba le ya ane chue ge nyangye me 之后是ge be chi le ya 法王阿育王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佛涅 ge be 槃 chi le kue che ne 218年之后出现了法王阿育王即位。 mon ge gi bu kar ge sha de u chi che ne ane go du sum ba che ba 那么当时在他的护持之下，然后在这个目犍连子弟须啊这位比丘主持之下，举行了第三次结集。但是呢，这个北传佛教的汉译的这个《异部宗轮论》里面是主张说，法王阿育王出现的时代是佛涅槃100余年的时候哦，所以也没有说举行过第三次结集。
所以你可以看到南传像斯里兰卡的史书，还有在北传的《异部宗论论》的译本里面提到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对于法王阿育王的出现的年代也是说的不同的，而且北传佛教也没有提到是举行过第三次结集。다드네 시참래야 내가 첨부지 가르했으나 디 냥에메 나고스야 再接着，我 최게 想谈一下 냥에메 一个蛮重要的内容，就是케바르시아 그잖아 黑阿育王还有法王阿育王 가르스나비나 它的差 그놈의 别是什 진짜 么？ 아니 벽으로 유마와 있나 안자 为什么呢？因 대만이야 为在早 시계 期藏 우리는 地的这些史 무시디 学家，깔라 아쇼가 还有很多其他 냥에 国家的 나고도 这些史 냥에메 学 나고 家哦， 나고도야 都 유제 将这 냥에메 个黑 나고도 阿育王 간다리안다 跟 야게나 깔라 아쇼가 나오야 깔라 总之它 아쇼가 叫 사데 嘎拉阿 최게 硕嘎哦，냥에메 사데 他跟 미치기 把 뭐 他 티시 跟这个法王阿育 미치게 王 삼체제 混为一 아니 人， 냥에메기 거두 니베기 진다 체버레사 所以呢，데 不得不主张说是阿育 시에고도 王， 가르사 他 다 主持了第二次结集的，他当 거두 了第 니베 二次 진다 结集的 체버레 施主。 다 깔라쇼가 사데 최게 냥에메레 삼체네 아니 냥에메기 这是因为他 최게 们把 냥에메기 这 거두 个第 니베 二次 진다 结集 체버레 施主的黑 메기 阿育 디야 王当成 중요로 是法王阿育 야 王了。 빙상의 심지어 但 폐서 是 이미 现代的很多研究者 폐쇄외계 大多 아니 都已经 우리 清楚地 냥에메기 说明 거두 到， 미카가레스 他们两位 是 깔라쇼가사 不 최게 同的两位 냥에메 国王。 최게 아쇼가사더니 베트카가레스 이제 뭐라 바지다 저시 세고 유비브레 마도양 아주 가시에기 농마 루기마 가시에다 지시야로 아쇼 깔라 아쇼가사데 꾸지 뛰어래야 아니 예보 아쇼가 꾸지 뛰어래 깔라 아쇼가레스 甚至有一些 최게 说法说，上半生叫做黑阿育王，后半生成为法王阿育王。 那为什么说前一生叫黑阿育，上半生叫黑阿育王呢？就是因为那时候他杀了很多人，然后下半生他后来因为成为佛弟子，成为了法王阿育王。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哦，他并不是一个人的上半生、下半生的不同名字，其实是两个人。 所以两位的国王的时代哦也是不同的，所以一位是佛涅槃100年后，一位是大概200年后出现的国王。那么这位黑阿育王啊，他是哪一个王朝的君王呢？是叫做西苏那嘎也叫龙统啊这样的一个王朝的君王，大约出现是在西元前4世纪之中的这个国王。当时呢，佛陀涅槃也就是已经100多年，他当时就做了第二次结集的施主。那么法王阿育王是谁？就是一般我们称叫无忧王啊，他是属于孔雀王朝的国王，出现的时间是西元前3世纪左右。当时呢，佛涅槃已经有200多年。他主要的可以说功绩伟业，就是他统一了印度大部分的国土哦，也是，尤其他也是这个建立了这个举世闻名的阿育王石柱赤吻。那么以南传佛教的传承说，那么法王阿育王还做了第3次结集的施主。那么接着这里要谈的是叫做贼柱比丘与布萨的中断。因为在导史还有大史当中有记载，因为法王阿育王他对佛陀的教法做了很大的这种供养还有承事，那么慢慢僧团的生活呢也就变得富裕起来。所以呢，慢慢就有很多这些外道，还有那些贪着这些饮食啊、财物的人，那么他们就混入了僧团里面。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修行出家而来的，进入僧团，
而是他本身是外道，而且是贪着饮食财物哦，混入这个 수수도로 僧团， 달라야 아니 러도 중샤바 된제 마고야레스 디졸이야 所以他们也 꾸덕하레스 没有真的如法 넘버 获 전에 得这个 모두 戒体 그냥 哦，개롱 수기 却外现的 러도 是比丘 중샤바 形象的，된제 这样就叫做 망고시비지 贼住 랑도 的这样的 나로야 僧人。 아니 야 참가기 합지 所 제 以 유산에 很多这样 무슨 子的 방법에 贼 보라 住的 따와 僧人 먹어 啊，并 무디고 没有真正 나와레스 出家的戒 제 体，다네 然 시기 后但 지어봐야 是外 시기 现却是比 몽디게 丘的形象。 망고시비지 긴죽이 되나로 所以很多这些外 대 道，还有这 무슨 些贪 방법을 着的人， 하는데 就进入 얘네 到了 긴죽 僧团， 식 他们就到 아니 处 대 散播很 체제네 多邪见， 얘네 然后破坏僧团的 아 戒律。 유긴 텔레덴시네 더더 매도 那 게임 么 장게르게 나로래 就导致了 마 当时在 둥거레스 华氏城 다 的 된적이 这个有一 긴죽이 个寺院叫 대 基元寺， 긴죽 줄라 里面 칸데 很多的 이나로래 僧众，很 이 多都 수중 是 상마 勤持 망보지 戒的 로드 僧众 유로 哦。 달래야 但就因为 다와를 这些贼住 소송을 比丘的 쟁 混 시기 入， 봐 结果导致长达 마 7年 대강의 没有 정치야 办法 그랬어 举行那个每一个月的这个布萨这样的仪式。 다 된적 강에 중보대 마 세야 채도 所以呢，为了 언다로 消除 몽게 僧团的这 국가계 些 세야디 问题哦，这些 아니 纷 아니 争， 개모 当 양에 时的一 매거나 位 공 比丘 개모 叫 양에 木 매 建 올라서 连 자리도 와 子弟 아니 须， 공래야 아니 他当时 그냥 是 매매 法 좀 王阿育王的国 개모 师， 삼지 주 所 유세 以就在阿育王 너도 的支持 나좀 之下 가르래 哦， 然 딱지 后召集所有的比丘， 다제 제세네 아니 然后好好的 상계 审 넘버 查他 7대 们， 마와래 시제 然后审查他们 양갱이 到底他们的 개몽돼서 宗义、아니 他们的 넘버 见 넘버 解、立 가버려 场是什么。 딱지 只要 아니 回答 상계에서 佛 딱버려 陀 마와래 是 체버려 分 마와래 别说者 시제 的比 나간다 丘呢， 상계에 就被 대야 判 나 定为亲近的佛 무디베 教徒。 따와가 나로를 파 但如果回答 무디베 说佛陀是 따와 常论 되게 者， 상계에 或者说断 시행하듯이 论者， 시행인지 就 망고야 是 되게 执着一边的这些论的 제가 比丘的话， 상계에 봐 就会 무디베 驱并出去。 따와에 초월 봐天中也就是说，따버려 换句话说，마와래 因 체버 为很多 마와래 混进来的贼住 거짓 比丘 마와래 是，랭냥이 对不 돼서 起，贼住的僧人啊，개몽 就 그 是 초어지는 他是 긴죽이 外道嘛， 퓨지 所以就是落 지제도 入常见或断见 마와레스 的。所以总之，这样的僧众啊，就会被赶出去， 다가와나 넘버 7대 然后不让 마와레 他们再穿这个比丘的法衣。那 음 么，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词叫做分别说。 얘라 다와나 넘버 7대 마와사 고대원이 가르스 라비나 所以这里提到 넘버 分别 7대 说， 마와사 它的意思是 고대원이 什么？就是说， 지당 외변이 수 컨디션이 비냐 대 任 초지 何 봐 事物 타지 的真实 그게 情 무슨 况，它不是片面或者绝 초지 对， 차상 겹두고 是某 말아 一 타지 边的，不是 니제데 的。 세제 롱때빈 지금 말했다 빼랑 알아도 롱때버시 나로라야 譬如说，我 렌지 们会 땜버시 说4种 렌지 祭别哦， 땜버시아디 不应 나간다 做一 타지 项祭 니제데 是 타지 的这 지금 种断定 말했지 的回 외변이 答。 수 되지 랍투야 요 말했어 당 외변이 수 시야거나 换句话 가르치는 说， 거잖아 当我 넘버 们要 7대 去 마 观 넘버 察 7대 마스 一个事物的真实 야와 情况 7시 的时候， 넘버 必须要 7대 去 소소도 很谨慎的 된다네 加以 넘버 分 소소 别 야와 分 7시 析， 而 드신다 且呢， 나로래 是要 마도래 区分世 근데 俗 야와 谛， 짜는 마치 或者 비시데 是从圣义 나로래 谛的 파 角度来解说，这是不 대가시 야 同的， 말했어 它没有绝对的一 세상 个这样的 신들의 答案的。 개된 대바 코란스 가르라 그러잖아 所以 코란스 呢，我 릉이 们这里 넘버 斯里 7대 兰卡 마와 锡 이시 兰的上 넘버 座 7대 部， 마는 의원이 좀 他们 가르임 就会 야와 说，我们 7시 自宗就是 고수도 分别 된다네 说 대바 不。 가르임 버티서 야와 7시 가르쳐랬다 那么， 의원이 좀 가르임 버티베 따제 제는 봐 这 신이 就是 마도 타지도 就是 니제리 초지 意思就是 고사나 说，他们是 타지 会懂得 니제리 加以分 신기 别 인스 分 넘버 析 7대 的这样子的一 신기 个 대바 正宗， 신이 这样的一 그래 个 되네 아니 派 코란 别。 넘버 7대 마 대바 인세 코란스 되네 명다도 와 다 야가 그 유기 대바 신다 배나 탐시 여버 마워도 다 배신이 所以 대바로서 当时印 디줄이야 度中土 아니 的其他部派，譬如说一些有 신라도 部 가르라 그러서나 디줄 或者 넘버 说大 7대 众 마 部等等， 말했어 他们会说那些 말했잖아 部 배나 派它 탐시 不是 여버 分 마 别说 유슨 不， 제주도 为什么呢？ 니제도 因 배신 为 대비 说一 답답 切有部 되게 主 와 张三 맞아 世实 디줄 有， 넘버 7대 大 마 众部主 말했어 张的是 디줄 现在 되게 마 实有 칩시다 等等， 알아서 그러지 都 마 会说他们都是落入 뭐는 了 디줄이자 某一边的。 뭐는 왜 나와도 디줄 좀 망보 쉽지 譬如 가져다 说中 타는 关 무대 宗 요레스 里面也 지지 会驳斥很多 되는 시지 这些见解，说他们是落入了某一边长边或断边的这样子的部派。 되네 긴둥이 될라도다 몽게기 부가게 사데기 긴둥이 될야 다들 那么 제세데 这 제래야 里提到说一部 아니 著 몽게 作叫《 대바시 论 달라 释》哦 나올라고 的 살때 形成。 며칠도
那么当时僧团就是进行了这样子的，可以说清查之后，木剑莲子地虚他为了吹破其他部派的邪见，他就造了这么一部论，这叫《论释》。据说他之后还召集了1000位的阿罗汉，然后经过9个月的时间，举行了法的结集，这被称为就是叫第3次结集。但是这个举行第3次结集这件事呢，我们只有从这个锡兰上座部的论点当中有看到，其他部派呢，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没有提及的。所以现代学者会说，就算真的有这么第3次结集，真的举行过，但也只能算是上座部它自宗内部的一次结集了，很难说它是全体佛教共同承认的一次结集。还有现代一些学者研究认为说，就是论释刚刚本来说就是目犍连子地区，就是这位比丘他是阿育王的国师嘛，说是他写了这部论释，但从内容上来看，里面提到破斥了大约有217种不同的见解。但学者研究就发现，其中很多的见解其实是属于法王阿育王时代之后才出现的很多南印度部派的见解。譬如说南印度还有什么佛教部派，譬如说叫安达罗派，还有东山柱派、东山柱部，还有这个西山柱部等等，是那个之后才出现的见解。所以说，他们觉得《论释》这部著作，它不是成立于第3次结集那个时候的，可能呢比就是法王阿育王还晚了100多年之后的。大概是西元前20世纪后半或者更晚的时候才出现，而且呢，它是经过了后人很多的补充还有增订，然后而成为的一部论点。那或许目犍连子地区这位比丘当时他写了基本的一些内容吧，但是真正完整的成为这样一部论释这样一部著作，可能是慢慢经过了补充增订而形成的。所以呢，这部论释著作应该不是在法王阿育王时代那个时候就写成的。所以，呃，那论释它到底能不能够代表第3次结集所以总之，如果论释它代表的是第3次结集的话，那么这个第3次结集它就必须是在更晚一点了，就是在西元前2世纪之内做成的，它不可能再早了。接着要谈的是支末部派分裂的一个情形。那根本部派分裂我们讲了很多，如果再继续说下去的话，那会觉得说你怎么说一直说不完啊，说那么多。所以我想根本部派分裂的部分就讲到这里就好了。接着我们进入就是支末部派的分裂。那关于支末部派分裂的情形它主要是指说，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首先有原始佛教的僧团，当时传承持有着原始佛教的这些僧团首先就分裂为2个部分，一个就是大众部，再一个是上座部。然后接着呢，这2大部派，2个大的根本部派，后来又有不同的这些僧众导师上师出现这些僧众比丘出现，长老出现，然后又分成了不同，又有更多追随者之后，就分出更多支末的部派。
就像这个条幅天啊，这位作者他所说的，由处意阿舍离之别故，说有18种差别。所以就是由于地方的不同，还有见解的不同，还有阿舍离就是他们的老师的不同，等等不同的缘故，就慢慢又分出为支分的18种部派。当然了呀，原来个台湾其实马先讲了呀，啊就台湾三个最点了呀，那么，可呀不是两个的，首先我们可能要差不对这个多上成。部派是什么，我们要先有一个了解。部派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但台湾这边个阶段的巴黎界了呀，你家呀是，那么阶段的巴黎界巴你家呀是，利语就是叫尼嘎亚，就部你家呀派这个是啊个词叫推开了呀，尼嘎亚。比如移民呢，如果翻译成藏文的话啊，超级尼嘎亚的意多的，思就是当然是集合，第三的，或者说部类，错吧，或者错别说是个的就团体不要的。这样的意思。这上，当汤面个里呀，侧贴。所以这个就朝词在鲜这个最开结束的始的时候，老美它其实指的错吧，就是他们老美比如说给弟子他随从着跟随了某一位的阿舍离，那其实然后马上就慢慢这样台湾是子的很有啥个多弟子聚集在一起的成长团体，去运这不进来，国零个要了吧？天这不几个国这不几当它是指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它并不像是后来所说部派那样指的是某一种宗义或法脉哦，不是这个意思的。别瞎它就想，是一群弟子跟随着某一位阿嗯，舍离学习这样的团体但那叫部派。巴黎个龙点啊个哪了呢？譬如说，我们看到在巴利的五部尼克也就是五部他们的教典当中啊，你个呀是啊的，其中一部你个呀叫做是啊的。迪嘎尼嘎亚，别个的句话呢，龙它井语电死了，我说译龙井成藏文语电死了。哦就叫做长部。大当然先给马吉玛尼卡亚下的另外还有一部给龙叫卡的别马电死了，我基玛都是说，尼嘎亚，这是它就更别的呀，称为叫尼卡中部。亚下的熊在蒙牛的绝些强的把所以从这里简单你就知道，这里也用到词要切不尼嘎亚了这个这个“部”的第三节的意思，句话吧。它是指说篇幅的长短，他那或些者说天天把那台内容，湾名个大白高粱，尼而做的卡亚部是类的区那个有分就用了这啥的可个词。能的所以同样的大白呢，高粱，但看到全部切开么嘛？当时他们就用了同样的字，就以但看到部派尼盖亚这个把那切名称开么子的，来称呼那些有人给操办了，上座部，提拆的刀吧，提老面拆的刀吧，在那个操办这不就当第为他们而三这不就加上了这个尼盖亚的时候，所以它最初的意思就是说，它指的就是某位大长老的传承团体，或是说属于他的行列者、追随者这样的团体。但是呢，技术所以理解当时最主要指的看见其实就技术啊，是戒律的传承，不是阿宗义加里亚立场，瓦达不是啥的，的不同，不是的。阿加里亚啥的，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啥的梵语都来了，词，叫做阿加里亚啥的老外都有啊，阿恰亚瓦达。瓦达那这里的啥的，阿恰亚就是阿舍写吧，离，然后亚拉瓦达主张，就是亚拉主张、论述，宗义这里这个样子，或者说别呢。说法这样的意思。Theravada 是那边举呢，写 例来说，我们会 Theravada 说 了多啊，诶，Theravada，就是一般我们说还有了南传明朝的给叫 啷子说 Theravada，Theravada 了，我 Theravada 啥的，那它的意点嘛，思就是那点的说得啥，上座这里这个这说，或者说上座部的宗义是这个意思。凌晨读了的读了什么你个拿了来呀？他的阿在加里亚大瓦达使还啥个有大使、这点，导使跟苏轼大个使这两写他嘛，部著作那个把别个当中，这个不就必须当样的是，阿恰不是必须瓦达搞当样的，特别是是当样的比较啥不呀？带有讥讽和贬义的本来意思哦。叫到三个一些呢，原因是说一个什么呢？谈别缺的说怕有钱呢，他们觉得那那些老人去史书啊，那边去，他们用这个大词来概接送称呼，场景，为什么是对吧？的贬义哦？是因说了呀，为他们觉得那阿加里亚指的就是瓦达是那些这个必须舍当样的，弃了导师佛陀亲口所说三个的正法，我天嘛，那就老人然后是去那边转而去大概随从大约接送着呢，对吧？某位特定的阿舍离大约接见解的那送着你说了些呀，团体、那些部阿加派，里亚瓦达的是啥？所以呢，看到有点贬义的意味哦。那必须当样的是，真的是这啥？这看到宿舍前边那么多钱，马上别那么多钱，真的就冲个样的是。真的因为他天上的陆羽嘛，他看天上嘛，他看到起了个陆羽嘛的是一个所以呢，后代那的这个阿加里亚些史学瓦达家们哦，后边嘛是啥就个这将这个点阿扎对面瓦达，就是阿舍离南北个地说这方别了样前面这个两个地词汇呢，方说了呀，这地必须作得掉的。为呢从那些从原始佛教分裂出这地必来的须得支末部掉嘞。派的名哎，称。我们讨了以那样，
所以实际 아, 意义 다 来 되라 우주 说， 차로 요르스 가레스는 라비나 당부 니가야 사데 当一个 대바 就是尼 대전을 盖亚，就 붙였다 是 그라 部派，로변 체라바 지기 대바 가다 로변 지기 체라바 지기 제술 他开 당기 始 로메 촉불로 以这个 좀 自 군데데 宗，比 바바베게 如说某一位 떠주기 特定的阿舍 군데기 离，그래서 他会 남세로 主 요르스 张某一些 이나야 다 不同的宗 치수 义或者 변이 说法，아니 就是 안에 vada 텐데 为这个 로마티즘에 为主的时候， 랑게 로변 체라바 시기 데베 추탐 뒤즈디 쪼른 那么，지야는 那这时候这个尼 다다 盖亚这里 망설어지 的部派这个 다발라 词哦，좀 那 되는지 뭐 就 주는데 就 되네 具 손제네 备了，아니 대바 我们现在 데 会以 아니 为的、랑 认为的那个 로레 理解的 떠주미지 宗义见解 주다는 各不 데 相同的 계속 部派 왕데 창조요 这样的意思了。음 되네 이랬더니 다당 아주기 삼로 삼려 나로 대바사야 돼 바지지 떠주미지 뭐지 되는지 所 주다는 以现在我们的确一谈到 떠주미지 这个部 주다는 派尼 지게 盖亚的时 도와지 候，뱅겨 我们 다디 就 되네 会 말고 理解 계속 为 왕 哦， 관리가 宗义见解 된다 各不 우리 相同的 딱소 部派。 도배 但这其实是 동네기 比较后 외벌이 期 요르스 요마레스 衍生出来的一个情况，最早不是的。 따드네 따지당 게 연락이 내가 기술 되려야 저那 루규나 么，등 시주다 关于一般来 전규나 등 说，关于 시주다 这个支默部 손자들이 派的分裂说 생물이 좀 法， 망보여 南传佛教跟 요르스래 北传佛教的 따이야 主 니나 张啊， 망보 也有很多不同 드링기 的地方。 전규나 등 시주 首先呢， 시주는 主要 시주의 是讲一下 요르라 北传佛教的说法。 따대야 전규나 등 시주의 那 쇼베 主 전규나 要依据的 등에는 是什么呢？什么论点呢？ 맞아 개발서 是这 기술이네 个 콩도소 是由 소디 阿舍离 제라나는 所 좀더 造作 이시에 的 这 근제샤베 个异 중국 部宗 제라나 轮论。 또 차리 걸봐 근데 인두산에 다 드링 연락 대바 기술이야 당봉에라 슝루 제라고 콜로 디시샤 체제네 아니 연락 대바 기술需要东西所以就是以这部论为依据哦，说一下支默部派分裂的这个情形。다 자외 대바 니비 나로네 당보 폐신비 대바 능규를 那 대바 么 야 고서 两个根本部 내대비 派， 대바 首先 나로라 거라 돈부마도 分裂的 콜링이나 是哪一个部派呢？是大 어 众部。 통계 아쉬르디 파제비 대바 차리요 파제비 대바 능규리야 대바 当时 망부시 大众部呢， 대야 也分裂出 상경년에 很多的 되는 部派。 로갸네 니예버룰이야 那 아니 么从 대바 佛陀涅 기딩 槃 문자와 之后 사주에 100年 숨어버렸어 到200年之间，总共发 다 대바 生了 기딩 4次的 당부터 分 거기 裂。 숨버려 슬라비나 那么大众部的第一次分裂是什么时候呢？ 떠바 양해는 되는 로 니게 니게 나로리야 是 아니 佛陀涅 폐지비 槃 대바 之 대바 后，还 숨게 没有 요르스 满200年之内哦， 대야가다 중국 从大 제로라 众 나로리야 部分出的3个部 로갸니는 派。 네베 所以 세스 这个附上的是原文《异部 다 宗轮论》的 아니 原文， 대 后 되나 继于 로베 此 현장의 第 규르샤베기 200年， 갸나 大 게르 众部 규르샤베 中 대다 流 해거리 出3部： 규르샤베니 一、一 데세야 说部； 로장 찬디즘 二说出世 로라요 部； 좀 三记印部等等。 게이나로 로니게 소샤 베이나 로갸마도 숨도 다 간다 那 체 么 로갸니를 네베 这里 세스 的说提 아니 到 게디 폐지비 是佛 대바네 灭后 대바 숨 第 중요하래 대바 숨 200年， 개발했어 但藏译 대바 本 숨 里面提到 가라가라스 的 라비나 是 한이 집에 100年， 내라 所以 니게 有一点 네베 点 내라 出入。 장가를 기대스 대바 숨 개발했어 所以总之，当时大众部就分出了3 아니 部。 디젤이야 마도 퇴베디 로갸바 디젤이야 마도 퇴베디 충분해 손도와 然后之后又说大众部又分出一部叫多闻部。 이나 당연 디슈비나 그래 게딩 당보들이야 那么首先还是回到第一次分出来说有3部嘛，大众部分出了3部。 자외 대바 코라 페진 대바 체로와 페진 대바디 게딩 당보디 걸이야 대바 숨 중으로 这个他念几个的，这个几点点呢？这个长假的几点是？所以当时分出但他3部，念几个就是一点是那说部，个金二在说出世部，那三基印部。明天的大概金在的几，那为什么叫做一说部呢？参见的是因为这一部派哦，他们主要宣说的教义法义，说是世间跟出世间的一切法，皆非真实成立，都是假名安立。就是他们整个这个部派所说的，只说这么一种教言，这么一种言说，所以他们就得到了这样的名称，叫做一说部。
다 되는 직된 대낸再来呢，대슬라바데出世部哦。금센데 的意思是 직된 什么呢？是 배출하면 说，因 출발했어. 为这一步他 직된 主张 대배출 世间的一切 남된다 法，라는 고된 都是 상황다. 虚 양해는 妄 되나? 的，대화는 된바래 세세. 唯有这个 여기 出世间 인나 法，也就是道 디그센데는 谛 딱 바로 跟 직된 灭谛，或者说道谛跟涅 대배출 槃哦，它才 직고된 是真实 대바래 的，직된 배출 하면 所以 출발했어. 他就得到了这样子的一 여기 个 인사 名称， 디그센데네 叫做 직된 出世 대바래 部。 됐어 버렸어. 되네 창가르기 再来 대사 一个 디가 叫 알았으나 基印部，대반 디그 쓰던 那主 게 要因为这一部派 게다 的创立者，다 他 줌바 的族姓家族的 줌바 姓名 멘디 叫做 다티 코랑 그 就是这个 리뷰이디 创立的长老，他的族姓叫 어 做 다다 꾸꾸다 叫做咕咕 꾸꾸다 达， 라면 就是鸡 꾸꾸다 就是这个意思，鸡。 꾸꾸다사 디기 리뷰를 所以呢，这个部 리뷰 派是用了 티 코랑 대차리요 리뷰 创立 되는 部 중에 派 인사 的这一位 리뷰 长 되는 老， 리기 민데 他的 대발 族 바디 姓为名 세사 哦。 장가 리기 대스 다들이하고 중도 지시야도 중도 제만 쉬는 정도 다들네 망도 퇴비 那关于这个 대스라와 有一个故事，我们可能之后再说。 망도 퇴비 대다 기딩 이버들 기딩 接 이버들 着呢是第二次分裂的时候，大 다다 众部第二次分裂的时候出现的叫多闻部。 那罗家吧第一次对吧培训对吧了망도 퇴비对吧全部인수로 와 所以这是原文哦。 다들 第二次分 야 裂， 대야 대 大众部这200年之后， 大众 대인나라 로 部复 니자 出一部，叫 나라 多闻部。 대인나라 로 야가 나라 所以这里也不一样啊，这 다다 是藏文，它 배진비 是 대발에 说 망도 在 퇴비 대바 100 셔 年后， 총래 송다 于此之后的第100年，但 망도 퇴비 中 대바 文译本说是 세계라고 第200 김센데 年。 가르사나 아네 그럼 那为什么叫做 대바디 多 대셔 闻呢？ 가르사데 是因为 셔리 这个 야베 部派哦， 제바 사무치야 它 제바 对于 사무치 佛法 수로 总是 망도 做 퇴비 非常深入的这 유산 种 디균산 되네 观 아네 察跟 망도 抉 퇴비 择， 대스타과 김센테 而且呢是非常 다 广 되네 博的听 디지엘이야 闻这些圣典， 폐진비 所以就得 대바 到了 디기 这样的名 수바디 称。 거두 충분했잖아 接着大众 아네 部第3 대바 次的 양해는 分裂， 대내다 什么时候呢？ 게이들 채널로 니가 게이들 채널로 是 야바 导师 디가리아네 佛陀涅槃还没有满200年之间之内，所以这时候出现的叫做假部，说假部。 딱 보면 대시제 라드 디스 truth 그래 디 파워포인트 디스 truth 간다 딱 보면 대시라고 김선대 가르선 딱 보면 대사데 这个说假 아니 部原因 대화도 是什么？ 동네라 主 써봤는데 다 要是因 대화도 为他 동네 们主张 뜻이 중국 뜻이 苦乐等等这一 세상 대화도 些 동네라 相 써도 互关 뜻이 带的各种的 대수 法， 퇴비 최 대수다 다는建设 중에 还有呢像 세상 12处等等这些法， 대세제 都只是什么呢？假名安利的，或者说是骗计假利而已的，所以呢就得到了名称叫做说假部。 다되네 상계 양해는 되네 那么接着是佛陀涅槃200年将满的时候， 로 니게게 잠을 레베 거리야 就是大众部就发生了第4次分裂。所以这里就有原文哦，第200年满时，有一出家外道舍邪归正，一名大天。大众部中出家受具足戒，受具多闻精进，居智多山，于彼部僧重享五世，因资乖真，分为3部，所以当时就分出了这个就分出了智多山部，然后西山住部，还有北山住部。那么这3个部派呢，它主要是会有这样的名称哦，主要是因为是不同
地名哦而得名的。比如说，居住在南印度的安达罗地方的，它就有智多山，还有西山，还有北山哦，所以因此得到了这样的名称，就是有三个地名叫智多山、西山跟北山，所以得到这样的名称。而且呢，这三个部派的出现啊，主要就是因为对于大天比丘的武士哦，又再度的发生了争论而分出来的这个部派。所以，所以总共呢，加上他自己是分成了9部。所以他自己本身是大众部，再来出现一说部，再来说处世部、即印部、多闻部，再来还有说假部，然后再来后面3部是智多山部、西山住部跟北山住部等等。그 마베 고란 체스입니다. 한다 체네 에네 진디다 다 데바시다 나방아스라고 해 김센데 가라서 디 데바시사데 귤디스 노 말리번도 지입니다. 데바시다 나방아사데 데바시 기자 말해. 디 데바 기자 말해. 단디 케팅 시다 케팅 나방아스 고란 자웨 데바디 페이지미 데바지 페이지미 데발레 에네 팅 가세 케버스 就这里提到说，大众部是4破或5破，就是它总共有分裂过几次。所以，如果说把大众部本身从根本这个部派分裂出来那一次的根本分裂算进去了，算是有五次分裂。但如果从大众部它本身成立之后又分出其他部派来看的话，总共是4次，所以最开始说有4破或5破这样的不同的说法。바지 기린 넘버 시 그러지 또 수용이 가네 바지 dinner 심차 근데 디 대바 시단 대방아 기서 말해 디 자외 퍼진 대바네 딱 가지고 자외 그런 대바 계단 곳이 되고 대바 계단 곳이 돼요 那是，大体上把这这个字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的。